中兴生活美学协会把这个德艺课程带入去国姓社区甲草屯的北投社区，用这个陪伴的角色，甲在地长辈者来互动，要来促进着老大人身心的健康。 依照作品的需要去破题啊，无论是做成如意线、风铃，还是丝钟，伫工艺老师林淑君的指导下，将这个德艺工艺进入社区时代的生活中。那老人家会从一个闻那个竹子的味道，好，然后手触摸这个竹子的一个触感，好，最后再加上认知，好，跟逻辑空间的概念，还有我们手部的一个肌肉的技巧，好，来去完成这一个竹编的一个活动。 这是南投县中兴生活美学协会徛伫陪伴角度进入社区，互老大人做甲真欢喜。希望讲将工艺推展到社区，用这份力量更加促进老大人的身心健康。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